为了避免台南沿海受风灾冲击的各中小，未因为硬体毁损无法度顺利开学，所以工业技术研究院甲组织基金会再次合作，结合再生电脑团队的技工力量，伫上短时间就募集40台笔记型电脑，超过2000本的二手儿童册刊，以及再利用的图画、刀啊等141件物资，互16间在区学校会当安心开学。这款爱心的行动，三方面嘛选定17号正式举办观景仪式，中面温馨。南部地区的淹水，特别是学校，很需要我们给予协助。那刚好他们需要的东西，我们又可以运用我们的平台，所以我们这次非常很棒的一个机会，我们跟慈济把回收的电脑可以在这次有紧急赶工的40台可以送给学校。另外呢，我们依据学校的需求，像我们的可以再利用的柜子啊、铁柜啊或桌椅，总共有141件。那我们也都在如期在开学前送到各学校，让学校赶快把这些准备起来，让儿童可以用。我们跟工研院的合作，不只是在救灾科技的一些研发，我们现在对偏远地区的教育、偏远地区的包括许许多多的结合，包括救灾的无人机，都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。我想这个就是社会爱的一个展现。观景会中包括客家、七股、北门等16间各中小校长，或者是代表拢招教，由教育局副局长代表受证。感谢工业技术研究院甲组织基金会落实工业科技，互学生学习无中断。这个 ESG 的精神是工研院所秉持的。我看到了工研院把这一个相关的物资都已经送到学校来了，那我们学校就好好的应用，尤其甲中国小啊拿到2000本以上的这个图书，要大力掌声，谢谢一下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在座的工作的伙伴们啊，你们都有捐到书啊，你要好好珍惜，你要跟小朋友讲，以这每一样做好读册。这一定是的嘛，很会读书的拿到那个受证之后的书，孩子要更努力读书。虽然面对突然间的风灾打击，不过三观学员满满爱心行动，和学生感受社会大众的支持甲陪伴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